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福喜来的时间咯。今家台湾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安尼我们政府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节，有乜个方式来解决呢？今日我就特别邀请在地的好朋友林定云先生来同大家小解一下咯，马上来分享佢吧。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定云。欢迎林先生来到节目直播哟。前面有介绍到讲，我们今日要邀请林先生来分享一个高龄化社会福利的问题嘛。请教一下林先生本身的工作是乜嘅啊？我係到屏東縣政府做嘅社工嘅督導員安尼。督導員哦，督導員佢嘅工作嘅內容係乜嘅啊？就係講吼，我私底下有差唔多13隻嘅社工員，就係指頭佢哋來做服務個案嘅事情安尼。哦，面對我們院底部吼各個不同的個案，去針對他們去做服務。你除了做一個部分啊，林先生能做一個社會處的社工，今日要去考試嘛？要有一個我哋講社工的證照，係咪？我有社工的證照，有考試，但是吼，因為冇考到證照，未做得來做社工啦吼。就係講嘅大專院校嘅社工，係相關科系來畢業嘅，就做得來做社工安尼啦。哦，有一個建議唔除嘅社工嘅課內部分，都可以來做。差別都係講唔能工作嘅內容會有差別嘛？其實冇乜差別啦，但是薪水有差哦，有考到試也有較多啦。難怪大家都拼命過嚟談到，都拼命過嚟去考試。難怪安尼。你自家做一份工作一久嘅啊？我這個做社工差唔多15年嘅哦。我以前有對過雲林苗栗啦，也到屏東啦吼。大部分我做嘅就差唔多係保護性嘅業務啊，就係講嘅兒童嘅保護。家庭福利嘅防治安嘅工作啦，但是較特別嘅就係講係到3年前到苗栗有做過嘅前瞻計劃嘅工作，大部分就會做嘅嗰個管室啦、社福館啦、通訊中心安嘅啦。哦，按你講可能服務嘅時間呀，長久一段時間嘅嘛，去到嘅地方，通常也唔但像苗栗、屏東喺人哋合作嘛，有個多嘅，其他地方親像唔係呢。不過睇你自家嘅工作經驗地步呀，像行業也好，語言也個部分，對你嚟講，會唔會有個本業嘅工作啊，個順利啊呢？係啊，每學年其實對於工作來講有加分啦吼。但是就係講一般啊，來服務個案嘅時間啊，吼，拄到嘅客家人較少，冇按多，吼。但請講拄到客家人愛講客話，唔可以講一定愛講客話啦，大部分就會講國語較多，但是就係講有每學年。就會本人嘅服務嘅詳情吼，來感覺到同親切安尼。係啊，講到有嘅就我自家也有一個感想啦。如果有一種譬如看到人能夠後生吼，佢都先認定講人唔會講客話，即係看到人都即係講國語，冇都講河洛話。講到後些年之後，才發現到講其實人也會講客話，都幾好那個一件事情啊。不過講到真來吼，人哋講社會嘅問題吼，尤其喺台灣更加係高齡化嘅社會。林先生。經過按多嘅地方，像苗栗啦、雲林啦、到屏東入邊，有幾個地方嚟講，大家嘅人口變化係唔係都全部都係高齡化？但係台灣係唔係有嘅案例？其實吼，高齡社會一件事情啦，吼係全球都遇到共樣嘅問題啦，吼唔單止講屏東案例啦，其實苗栗啦、雲林嘅共樣吼。但是屏東縣政府喺東上網來解決一種問題啦，就係講引導老人家總批嘅一條嘅服務啊、設施啊，就東上網的建設啦，包括講社福館啊、童年嘅問題啊、提升生育率一件事情啊，屏東縣政府就東上網來做。這幾年來對台新聞有關人口嘅部分都講緊咧，人口終於到80萬人以下嘅那跌破80萬人。近間屏東縣嘅人口結構呢，這邊咧了解嘅部分，老人家差唔多佔人屏東縣嘅人口幾多啊？一下老人家差唔多，因為屏東縣一下人口數差唔多係79萬人，老人家差唔多係佔19%左右，但是就會講人到18歲嘅人口數係佔差唔多13%啦，嗰時候到一片就都做得到看出來，人口老化都明顯嘅問題啦，
如果俺能弄人口还最多，啊，加下来很细，不是劳动主要工作人口也quite多。哇，安尼俺能占了2个天平呢吼，极端哇，安尼俺能社会福利的政策等下来天天来讲，啊，不过头头我有想到讲，唔自家的工作经验底杯，哦，有讲到迄个馆舍的建立，有迄个社会福利馆嘛。我们社会福利馆同一般的馆舍有冇个冇共用？做嘛个会特别做一个馆舍啊？哦，因为跟社会福利馆吼，就会想讲吼，爱老众多服务哦，集合在一个馆舍底度啦吼，像有重毕业啊，有生人的啊，有身心障碍者啊，就做到来提供给全人嘅服务啦。我所讲佢较特别嘅就会安尼集中式的，为民众动方便来使用安尼。哦，安尼我第一，我讲头头有讲到一个名词全龄，同人哋谈到嘅全人，係咪講全的意思係講對老嫩孩子哦，由大到小都有一个适应的照顾安尼。嘿，好。安尼林先生，俺哋屏东县啊有几个社会福利馆啊？其實吼，咱屏東有10大建設啦，就社會福利嘅10大建設啊。但像講俺嘅社福館啊，就社福中心啊，有北指南啊，就有7位嘅社福中心啦，吼。哦，有7間哦。有7間哦，係啊，因為吼，屏東很狹長嘛，吼。那距離東遠咩？吼，故所講，就想講愛伴民眾啊，手權來得到服務啦。故所講有北指南就鹽埔啊、屏東啊、女埔啊、東港啊，還有草竹啊、枋寮啊，還有望村安尼。有北東南安多間哩，其實也個數量算拉擺嗎？其實人哋沙子就會配合警察局嘅個分局安尼，分局咪係7間啊。因為人哋業務哦，動到會批下係警察嘅業務，故所講誒就向下安尼來沙子安尼。哦，咁啊佢講幾多嘅其他服務係聽到人警察有個分局嘅部分嚟出行啊？就從加工到嘅報復性嘅業務啊，動到就會人身安全嘅問題啦。故所講係警察嘅本來就是人嘅同好嘅服務嘅網絡安尼。利用警家人講嘅警政事務啦，然後警本上都有戶口啦，也都有事務，都建立在警人嘅一個系統之上，來聽數做一個社會福利嘅部分。哦，如果唔是再另外分一個講力量嘅講人嚟做其他，其實會是有點人講嘅疊床架屋啦。共用本身呢有一個共同的方向呢，就利用一個部分，聽等嘅技能共下來做。按你嚟講，係唔係也條社會福利館啊？係唔嚟？喺屏東嘅時節做出行咧，做出來啊！其實吼，佢從以前東久就有嘅啦，差唔多人家其他縣市行忙做嘅時節，屏東就有先做嘅。因為像嘅改嘅社福館啊，吼，係近幾年嘅中央補助嘅前瞻計劃，咁有嘅。但是屏東以前就都做嘅，就像我講嘅吼，因為屏東狹長啦吼，故所講吼，以前嘅嚴重就有想到講，愛伴民眾較方便，就有來做嘅。哦，其實按你講開來，每個社會福利館其實嘅服務內容都大同小異，其實都共用嘛，好冇？啊，不過我談到啊，針對一個社會福利館嘅部分，它還是有一些不同的地區性的特色，特別的地方好同內容呢。像人哋亞參嘅啊，人哋新咧，我看到新聞報過睇，人哋女僕嘅有嘅做新起嘅一個社會福利館，佢就有冇共用嘅一個特色呢？你可以同人哋簡單少嘅喺下講，更加新嘅一個社會福利館女僕嘅一個，有冇嘅特色啊？佢服務嘅範圍喺哪度？好冇？好啊，因為女僕吼係林區嘅太武山啦，故所講人都設計時節吼，就係想講要用乜嘅主題啦吼。太武山上多嘅就係樹木老森林啦吼，故所講人嘅社福館啊，女僕一件就主題就用森林一個主題啦吼。啲度嘅佈置嘅環境啊，當到就有樹木嘅元素啲多啦吼。但是人嘅服務嘅範圍吼。就有4個鄉鎮啦，就萬巒、馬家、太武、老女僕啦，因為女僕係人口遷到嘅地方啦，故所講人都選擇都一片亂沙子安尼。
哦，女仆最大嘅人哋客莊嘅象徵嘅啲啊，嗰個其他服務範圍嘅地位，唔過連3度嘅地位馬家啦，也都學今年也有新嘅一個地位哦。係啊，因為人嘅服務嘅鄉鎮啊，就會分七間嘅沙服中心嘛。嗰個講做得涵蓋全屏東縣啊。哦，人哋女僕嘅佢算係最新嘅，嗰個佢有一個新嘅主題嘛，神啦，都可以人哋睇附實。其他嘅沙服館有冇咁樣嘅主題嘛？有啊，有冇咁樣嘅啊？像嘅年鋪嗰邊就像嘅遊樂園嗰種嘅啊，佢嘅戶外設施咩棟多像屏東嘅人城堡，屏東嘅城堡，望村咧就結合嘅歷史嘅建築物嗰種嘅，嗰時候講誒結合在地嘅特色啦，就冇共用啊。你人哋女僕啊，佢除了內容方有一個主題之外，佢還有其他那條比較細緻的那個部分，其實可以從您身上同人哋了解一下嘛。好啊，因為女僕沙服館有4層嘅話，一樓係有30空間，一樓就係原發體驗室。就會分種批65歲以上的種批來運動的所在還有一個空間係青少年的桌遊空間，很多取名很多桌樂園啦，第3個空間就係神中的沙墘物件的照顧據點啦，這個係俾身心障礙朋友來使用的。哦，嗰個一樓就咁豐富嘅，都有3個空間，第一咧俾老人家來運動嘅。第二本後生嘅嚟教嘅桌遊嘛，第3個貼片咧，俾人哋身障朋友嚟身障朋友嚟做乜嘅呀？主要佢來一片佢公園就有包含身心障礙朋友嘅生活能力、自理能力嘅增進啊，人際關係嘅訓練啊，還有嘅平常嘅你從生活沙期嘅適應啊，然後健康促進嘅公園。談起來啊，佢係一個綜合嘅空間咧，嗰個詳細內容等下嚟好好同分享。唔過有3個空間都係人哋有個沙服館，真是重心所在嚇，一樓你去都看得到嘅嘛。哇，觀眾朋友，原來新嘅女僕沙發福利館有個內容咁豐富呢。唔過除了硬體、軟體也可以重要啊。禮拜有樣辦嘅活動也喺課上呢。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咯。女僕嘅沙發福利館啊，佢一樓嘅空間，你看都一定係豐富。唔過我真好奇一件事情，都會講，人哋一樓老人家睇下運動，同去公園嘅運動有乜嘅冇相同咯？林先生，人哋老人家做乜嘅睇下嘅沙發福利館去一樓，特別沙基咧伴老人家運動嘅空間，你同去公園嘅人哋一般看到運動嘅地方有乜嘅冇相同嘅嘛？冇共用嘅所在同多因為人哋地度有設置到一種輕型車嘅運動器材，都4D Pro 啦。4D Pro， 4D Pro 佢就會用嘅彈力嘅雕塑嘅來輔助人嘅裝備來做出一連串嘅動作，就360度就做得來曬通。訓練體能嘅同時就咩做得來鍛鍊身體安尼啦。係啊，嗰時候講佢一種設施以前是德國發明嘅。就會俾嘅運動員來復健使用嘅。嗰時候講，安尼設施對老人家來操作是較輕鬆啊。你講緊認真一個方式，俾老人家可以來訓練。嗰時候有個訓練嘅場所，佢地位有個4D Pro，可以定期嘛，也係講有課程可以去報名嘅。係，有安排課程啊。大部分就會講俾65歲以上嘅種批來使用，但是嘅65歲以下嘅民眾，咩想要來參加，咩做得來報名啦。一般可以多年去報名啊？差唔多80。80。嗰時候想要上課，想要用一個4D Pro，限量嘅請更加有限嘅時間，大家去登記一下。冇只是才差80，人家用真係排唔到呢。
安尼也个除了4D Pro 之外，也个空间本老人家运动，还有哪条器材啦、器具，睇下地杯还可以的自由来使用的，还讲共用有乜个无共用的课程啊来做搭配呢？像总批还有安排嘅数位学习课程啦，一只课程就做得讲，亲子祖孙乡下来报名参加啦，吼，也数位学习课程用到嘅智慧型的手机的啊，还有平板的啊来操作，课程内容就包含嘅新科技的体验啊，行销经济啊，还有生发沙机啊，动图啊，动图眼。就本老人家来感觉到，生活是同快乐啊，引发嘅老人家兴趣啦，来本嘅老人家来减少那种孤独感。除了4D Pro 同头头嘅课呢，其他一般的运动的器材这边也有嘛？系啊，都室外部分啊，也没有兼职嘅反光的铺头，还有运动的器材啦。嗰所讲，老人家想讲来散步啊、行路啊，安尼要做得，唔是担心讲安尼踩来往往啊，系啊。本大家有啲安全的环境啊，像唔知讲，平时有闲的时间，想要来路来攞杯油，一般的器材。唔过呢，想要进阶一些，可以去到一流来报名一个课程，对冇？系哦。你除了老人家之外呀，一流还有咧头头有讲到本后生嘅参加嘅空间嘛？后生嘅都唔系运动嘅后生嘅空间系乜嘅？系桌游嘅部分啦，因为桌游也就。后生人较好搞安尼嘅东西啊，嗰所讲，因都希望讲建置安尼嘅空间啦，本后生人讲，用了嘅时间有地方好了啊，做对老朋友共同来一片，要做对唔系单枪朋友要做对邀约这个家中嘅长辈共下来搞嘅桌游嘅部分啦。除了其他3基本嘅，係講本後生嘅可以來參加。其實呢，更加希望係講，全部人都其實都可以使用，只是講其他嘅主題係是優先設計本後生嘅來參加。不過後生嘅來教育嘅桌遊同佢腦部教育嘅桌遊有乜嘅冇相同嗎？因為人嘅桌遊是用嗰種嘅課程嘅部分來推動嘅青少年來體驗嘛，嗰所講人嘅主題有包含講派對嘅啊，有理財嘅啊，咩有嘅團隊策略嘅啊，還有溝通嘅啊，嗰所講老腦部嘅桌遊唔單止講安尼教梗有學習嘅目的安尼啦。嗰所有線上睇嘅教。係安尼大家睇年啥可能都會伴講，後生嘅可以去到一教，因為有可能去到腦部佢哋唔知啊講佢哋教嘛嘅會不放心嘛，唔過嚟啊嘅社會福利館，佢哋風險都講可以嚟啊後期有線上睇睇咧，這個室內的環境也是很好，唔會講講讀到乜嘅奇奇怪怪嘅嘢，懂冇？真是唔會差呢，更加佢社會福利館開放到更加差唔多1周呀。今年嘅情人節開幕嘅啦，民眾嚟一片使用嘅效率能有統計過冇？有其實民眾嘅反應同好啦，當日就有固定嘅親子嘅家庭會來使用人嘅醫療嘅通約支援中心啦，平常時差唔多係30組左右但是讀到用了假年嘅時間，差唔多來到45組種種開幕嘅第一站禮拜嘅假年啦，就來到52組安多。既然有按多人來使用，佢係做乜嘅呀？醫療就係通約支援中心啦，佢主要就係伴係親子啦，伴成人嘅人到6歲成人來一片教療啦，但是就係都希望講唔係將成人變到幾片。就唔會關係嘅，唔會看嘅。希望係家長留親自向下，你去度來操作，安尼向下來聊啦，有陪伴嘅效果安尼啦。貴嘅醫療攏係有個托育資源嘅中心嘛？係啊，因為小朋友嘅活動空間會動態，安尼真好教咩？錯噶，哇！貴嘅醫療攏係有個托育資源嘅，唐風來都出佢好教佢神奇呢。不過人哋呢？最大嘅希望係講，人哋爸爸媽媽帶頓見人哋成年人去教嘛，陪見人去教了，唔係講人哋睇年啥帶過去嘅之後，都本成年人都自家睇嘅教，人哋睇年啥都去其他地方嘅。做唔得都嘅教書記嘅。然後唔是看見人自家睇嘅教落去，唔係安尼容易嘛，哇！安尼有個醫療，唔看醫療嘅空間，佢有規劃，有幾多目標嘅硬體啦，課程。
啊，二楼呢？二楼像伊咧太空间嘛，还是讲有贴喺设计个有某个特色，本一个空间更有意义啊。哦，因二楼统育资源中心啊，吼，佢嘅地度嘅设施啊，比如东道哦，庆祝有大部分啊开幕嘅时间啊，东道相亲爱来喺爱来坐嘅森林嘅西火茶哦。啊，等一下，人家二楼种嘅本身人咧搞嘅，地板还用一台火柴睇地板。係啊，难怪贵嘅二楼中係有個空間。因為喺森林西火茶佢有嘅由來嘅哦。係就會講吼。因為吼很多實相嘅時節啦，就想講，呀主題係森林啦吼，乜嘅做得來符合安尼森林嘅主題啦吼。嗰時候同事就想講，我用嚟來規劃吼遊樂嘅設施啦吼。結果有同事就有一擺就去講雅思嘅啊，就看到嘅西火柴，當到生意都動好搞一種嘅啊，搞到唔想賺嘅。啊，同事就想講，假使吼，因對中心地度啊吼，做得來沙子安尼設施啊吼，本太人老細子嘅向下來搞，向下來操作。嗰時候講吼，因咧群主要嘅精神就會陪伴，吼，森林西火茶就做得親自向下來做，向下來操安尼，向下來搞。嗰時候佢喺太陽沙可以同森林向下坐台嘅車廂地背嘅。係啊。唔係像人一般雅士嘅地背看到嘅都森林嘅坐下地背，太陽沙其他嘅神啊，唔係安尼。沒，而且我們為了就是為了營造安尼氛圍感啊，吼，就買個準備嘅月台啊，洋蔥嘅月台啊，吼，火柴票啊，吼，還有個四彩嘅站長帽啊，還有個火柴遊廊，就是搖鈴安尼哦。本身嘅感覺都很有趣安尼啦。咩本身嘅要來學習講，買票嘅啊，電台啊，吼，就有角色扮演嘅一種功能。安尼既然按吼，有個係唔係又係講，人哋坐一個西火柴，又係講要先登記，又係預約咯。個現場要報名，要登記。現場都可以嘅。安尼人哋一台西火柴可以坐幾多人咋？差唔多要坐6組。坐6組啊！佢有固定嘅路線，其實要繞一圈嘅啊。但是雖然講安尼繞一圈看似當簡單，但是太人細緻安尼向下了安尼。有嘅人啊，嘅聲音就搞到動歡喜。都唔上貴嘅，真係就從雅士嘅地方睇架坐下，又有看到，真係我綁聲音嘅可能唔簡單哦，其實從章魚叫我你我哋點樣個即係唔上貴啊呢？哇！觀眾朋友，原來啊，人哋女僕社會福利館唔單止硬件好，人氣也幾好呢。聽下有部分嘅分享，大家係咩想夾落去聊聊一下？唔過還有更多精彩故事，所以比賽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咯。前面有講到，我哋女僕社會福利館1樓、2樓唔看就按精彩按好了嘅，按你3、4樓呢應該夠用吧？林先生，按我哋1樓、2樓唔看就按精彩又按到嘅豐富嘅內容嘅，那我哋3、4樓呢？3、4樓係唔係夠用也係咧請好高嘅素材啊？3、4樓3樓有嘅數組嘅教室，數組教室人就有分規則，就有不同嘅主題來辦理課程啦。就像NT 幾個主題係團圓圓，團圓圓，音樂咧就來做個春聯啦，音樂咧就來做個福袋，產業就來做個乾燥花，天氣幾個主題就係歡樂童趣安尼，歡樂童趣4月咧就兒童節，就來做個古早味嘅童玩啊，人家喜歡安尼吼，還有5月嘅時節就會做個陶藝，來做個陶藝。6月嘅時節來做嘅手工藝，有嘅木工啊、金工啊、原色啊，然後皮件啊呢，第3季嘅主題就係多元融合啦，7月嘅時節就來做嘅手做嘅染布啊，8月咧就來做嘅編織品，9月嘅時節就嘅新住民嘅美食啊呢，第4季嘅主題就係蛻變啦，
哦，生嘅就来做个茶具的，上分的茶具的吼，适应嘅就来做个植物栽培安尼，生意嘅就来做个姜饼屋，因为圣诞节嘛，姜饼屋还有巧克力饼干安尼啦，故所讲个课程的动丰富安尼。哦，安尼谈好了3楼那个苏州高师大，真的都很有应景的感觉，唔免硬讲哦，应景吼，每咧季节都无共样的主题。安尼3楼的报名啊，共样先预约嘛，有一天的数量要钱吗？其实你的着收一条材料费安尼啦，但是应该用弱势的家庭，就来评估来减免安尼，每希望本弱势的家庭做对来享受安尼。快乐的气氛啦，但是手作教室另外没有来参与这种弱势家庭的生日派对啦吼，就本那个弱势家庭呢，希望讲本个亲子关系更紧密安尼啦吼，本个小朋友弱势家庭的小朋友要做得来享受安尼过生日的感觉啊。有共样啦，同一般的民众其实毕竟是公部门，公众服务、公益是一个服务，材料费基本呢其实针对那个弱势的家庭啊，其他的还有特别的一些服务同照顾的地方嘛。3楼就全部会高师的。冇，还有社福中一些办公室，人的办公室，错，还有物资银行的部分物资银行，银行的有个物资银行同一般的人认识的银行有冇个相同吗？银行的意思就是代表讲，其实的募集社会大街爱心啦伊就用有个物资啊、食品啊、日用品啊特殊的比种讲有个。婴儿的推车啊、摇篮安尼啊、蠕虫啊就本个弱势的家庭，假使讲有需要的部分啊，就来填社工来申请社工就到屋下来评估啦。假使讲有需要，就会来连接送本弱势家庭来使用安尼。故说有个地方3楼迄也本讲，人民众假使讲有感觉到这个路卡有某个东西可能多的，也讲有一个爱心想要捐赠出来，可以同人联系。有个物资都会到3楼有个物资银行去分配嘛。假使讲民众有一个需要的话，也可以打电话，甚至于讲某方面的话，亲身到你们那边去，同你们做一些联系，你们去做评估，每年都可以申请，做么？其实有需要就做得来申请啦，但是社工会来评估啦，用专业评估的部分啦来，因为有的家庭来申请的时间，伊想讲，我要乜解，其实社工评估以后就无共用咯，就其实需要迄乜解。真是也quite好呢，因为有的民众有爱心，他又很担心讲点出一些物资啊，本唔定讲真的是不是本需要你拿到，也甚至于讲被人家去滥用，我有一个顾虑。唔过真是多人的物资银行地方，我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啥公司啊，去做评估，有个风险都刚刚quite大的嘛，有个物资银行24点钟都有吗？24点钟，平常时上班的时间有开放啦，但是就用夜间的时间，然后也没有备勤的人员，就是昂扣的啊。故说讲，真是有个较紧急的案件呢时间警察就会打电话给社工，就会讲，有乜案件需要乜个天数乜个就会来处理案。故说同一般的公部门也冇相同真的紧急事件的时间，还前面多年。错。你能睇下上班3楼的空间嘛？那4楼呢？4楼同3楼应该差唔多4楼青苔个湿飞亭啊，开飞的空间。故说大家假使讲有需要把迄个电机可以用那片的空间。那片就主要就做初的路差不多123按度故说讲开飞啊沙器啊来使用来家用来做的。我们也会多这片来办个儿童的剧场啊，亲子的音乐会啊，还有个大师级的亲子讲座啊，因为个大师级的就动人呢，都来报名参加。比如说讲，我用4楼的是非堂安尼来用安尼。不论係動態也係靜態，嘅課程啦，係發通都可以睇嘅。不過工作人員喺對應嘅3樓這個工作人員嘅分配係個有興趣。你能睇嘅分工啊，你能社工有某種嘅領域，錯冇？係哦。有分，種3樓有分嘅福利組，還有保護組。福利就
有讲到个脆弱家庭的部分啦，就是讲脆弱家庭之类，就是讲个家庭有个贫困啊，还有犯罪啊，可能有个物质嘅滥用啊，还有个未成年嘅轻症嘅问题啊，大部分就係家庭嘅照顧功能較不足啦，來造成講嘅生理上、心理上還有環境上嘅脆弱性啦，嗰所講嘅啥講嘅及早介入，來偏攝安尼脆弱因子啦，來及早提供服務來避免講佢哋嘅問題變更加嚴重啊。對，這本身係一個及早介入係一個小問題，但是講冇及早介入，真是就會變成一個社會問題，就會送新聞的哦。但是報復性呢就會講吼，就像個平常時電視看到的這種家庭暴力啊、兒童虐待啊，就真實有安尼打死人的啊，打婆娘啊，也還沒有先生、老公本太太打。現在也有被家暴的但是也還沒動到迄下對上嗰種的啊，就會講後生人來打起家的，也有安尼。不所講嘅保護性的業務，就從剛才講的就會結合警察嘅工作，就會有的時就會請警察來現場來維持秩序啊，維護安全啊。你睇你哋工作，唔知家嘅工作經驗，一兩組你都有接觸到嗎？有哦，係啊。但是大部分就會做嘅保護性嘅業務啦，因為保護性嘅吼，其實吼嘅工作起來嘅壓力動態哦，對啥工人來講壓力是動態哦。用辦公呢？因為吼佢面對嘅就會有啲家長啊，其實佢嘅情緒啊較冇問題啦，因為其實吼，很多電視中看到嘅啲家長啊，有毒品啊，還是其他乜嘅問題，但是有當多嘅家長係因為佢使用嘅時間就沒有受到很好的照顧啦，故所講佢自家變做爸媽父母親嘅時間吼，佢就唔曉得講我用嚟照顧自家嘅生人嘅，故所講佢嘅壓力落嘅時間啦，比如講嘅摩托魯啊，會用用打啊、用罵嘅方式嚟對待生人，故所講人啥講佢介入嘅時間啦，就喺頭我留家長來溝通，我來教佢講用嚟教生人嚟較好啊，冇用打啊，冇用罵啊，我聽書來前頭路安尼啊，但是有的家長嘅一開始會不喜歡人社工來介入，排斥哈，會排斥哦，但是就要有耐心，然後陪伴佢安尼啦，係啊，所以對人社工來講吼，其實遇到這個問題，其實有的時候是非常的深刻，幾多案例會幫你們有感受到嘛吼，你有讀到過這種你自己會覺得我們有很難過，沒有辦法幫他處理過，影響過詞咩個案嘛？簡單的講一陣吼，就會講我即個都做社工的時間，有讀到一個阿公，伊個通報緣由係講毒瘤啦，毒瘤沒社會毒瘤哦，係毒瘤小朋友都冇卡呢，毒瘤啦吼，因為呀法律的規定啊，就會講6歲以下的成人的啊，做唔得單通瘤都冇拍毒啦，吼，安尼係犯法的哦，佢所講迄個案件係一個阿公，76歲阿公，毒瘤2歲的都冇卡，本人同胞引來啦。人去訪問的時間啊，就了解講吼，因為阿公嘅身軀啊，發病過身而家來啊，就有犯罪去坐牢嘅。我嗰所講阿公自家照顧2歲嘅身心壓力咩動態啊，佢平常時愛做農啊，賺錢啊，而就像講我晚餐出去買便當啊，一下啊，留意下本身人都冇卡看電視，應該冇關係啦。結果就問老師嚟同步引來嘅吼，去家庭訪問的時間就有老阿公講哦，毒瘤的影響性哦，因為有的時候生人都冇卡唔知講佢要搞乜嘅東西啊，要搞火啊、搞水啊、搞乜嘅啊，這有可能會造成危險安尼啊。經過解釋，阿公就做得了解講哦，原來安尼規定是有嘅脫離出嘅吼。嗰時候講就留阿公來討論嘅安全計劃啦。安全計劃，安全計劃就會講吼，我用嚟做，才唔會留安尼情形個發生啦吼。阿公就會想到講，嘅捱沙起地度啊，有嘅便當店嘅調價，就來到佢參詳看做得嚟外送喎，就唔是自家出去買啊吼。還有隔壁鄰舍啊，我用社區嘅資源啊，隔壁鄰舍咩做得講阿公真是有愛出去辦事情啊，簽事嘅來聽書來。
照顾要做得哦，佮做个安尼讨论下来哦，啊，除了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因啥讲哦，唔系讲通报的事由安尼样处理啊，因为因去评估的时间没有了解到，阿公的个经济的问题，因为吼伊就较传统啦，唔是讲爱神抢给伊的社会福利资源安尼，佮说讲啥讲没有协助佢来神抢嘅社会福利的资源啦吼，准批伊的申请的文件安尼啦，吼，佮说讲后来个阿公要动顺利了。得到一个低收入户的资格啦，吼，一个生年的特殊啊，吼，营养午餐啊，迄都全部就有减免安尼啦，吼。故说阿公就想讲，哎呦，安尼一开始本人同胞就很生气啊，想讲，沙公来做嘛该，但是沙公你去伫度来服务的时候，阿公就想讲，真是懂好，安尼。天数解决个问题，天数来解决照顾的问题啊。哎呀，如咪讲，以往吼，一般堂都要从沙公一来，提议咧吼，都讲，发生乜嘅事情，唔係本人出發啦，或做乜嘢事，其實沒有更加沙公其實係服務，同天數解決嗰度嘅問題，唔係講請來下可能講我要處罰你，也係講做乜嘅，唔係係天數嚟解決問題嘅，本大家嘅啲影響可以反轉一下啦，甚至於講更加社會資源，假使講真係有需要嘅話，去現在錢唔是去縣政府，人哋馬上來去人哋社會福利館，佢都喺嗰邊有專門嘅社工人員，天數同解決唔需要嘅問題，咁話呢？觀眾朋友，今日啊，好犀林先生同我哋紹介哦。點解我哋攏講社會福利館佢係做乜嘅？有限嘅時間可以去做了，有需要嘅時間可以去嘅請求我哋社工人員同我哋天數處理我哋嘅問題哦。今日再一次感謝我哋林先生帶來安好嘅消息同精彩故事哦，多謝。多謝主持人，多謝觀眾朋友哦。這邊就歡迎大家有限來平同了哦，應該社福館啊東好教哦，歡迎大家哦。好啊，按你有限的時間，大家來去看一下吧。今天呢，先聽聽我哋先生來認同一下咯。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天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